今日来遮，甲大家分享，这2天要甲大家分享咱台语的水啦，咱台语的水啊，其实真侪人拢感觉讲哎呀，我都会晓台语啊，就过来听这，各位啊，你这2天听落你就知啦，就是唔是要教大家讲台语啦，是要讲台语一寡美美角角的代志啦，美美角角，这有啥物美角的美角真侪啦，就讲哎呀，伫中山医学大学是安怎要开台语啦，因为你知影阮咧开会时进前啦，有医师就咧讲啦，伊讲哎呀，我甲患者讲安怎咧？伊讲伊甲患者讲阿送，你这病较接走路咧才会好啦，较接走路啦，迄后尾就衫拢无嘛，衫无衫。伊讲较接走路，我是爱杀人还是放火啊？较接走路啊，无要安怎讲才会使？较接啥？行路啦，行路啦，讲就走路啦，好无？个甲患者讲阮有护理系嘛，护理系有护理系嘛，伊就甲患者讲先生，我是互你死的学生啦，我摕勇气互你，你紧死咧啦，死咧较快活安尼啦，哇，是嘛？无要哪讲，我是啥物的学生？护理系啦，对无？我摕啥物互你？氧气是啥？台语要哪讲？上手啦，嘿啦，我摕上手互你啦，你今安怎？输咧啦，输咧啦，输了就较快活对无？是不是安尼？我就是讲安怎咧？讲我讲的这拢是真正的例啦，拢已经真正发生过的例啦。无就是讲哎呀，这位太太啊，你巴肚疼是因为你医疗无好的关系啦。医疗无好，医疗是啥物所在？胰脏啦，胰脏袂晓讲嘛，无胰脏要哪讲？胰脏要哪讲？腰笑啦，腰笑啦，有啊咱若伫台湾的时，我毋知影遮有咧卖无啦。伫台湾买腰子啊会夹一块迄个长长深咖啡色迄有迄就是腰笑啦胰脏啦。你若讲胰脏啊讲华语，其实你敢若会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迄是内脏的一部分对吧？一种，其他就无啊，因为你是脏嘛，安尼结束啊。但是你若讲腰笑。我讲这，阮甲医生朋友讨论起来拢讲台语实在真精密啦。是安怎呢？伊一个词2个字尔对吧？腰笑，伊会甲你讲啥物信息？第一，伊伫倒位啦？伫倒位腰遮对吧？第二，伊是啥物形啦？长高形，像笑共款的形有无？长方形啦，长高形有无？像笑共款。第三呢，伊甲你讲伊有偌长，台湾笑一笑，有厉害无？有啦有厉害所以呢2字甲你讲3个信息啦，这全世界无其他医学名词，我知影的有遮厉害的功能啦，有无？是毋是安尼？迄个，阮有迄个照X 光要哪讲？台语要哪讲 ？X 光要哪讲 ？X-ray 要哪讲？电光啦，对无？照电光的啦阮有迄个照电光的啦照电光我就甲患者讲阿伯，我跟你讲咱话真两三就走就走啦，对吧？是不是安尼就真两三，就要走去倒位，对吧？是不是安尼？无就是叫人讲你摆咱的病，你摆咱这间房间爱脱口罩啦，脱口罩是不是安尼？哇！所以呢全台湾即马一大部分的医学大学拢有开医学台语的课啦。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台语你看有偌重要就好啊，偌重要。我之前佫听讲你知影是安怎？迄个空中小姐飞台湾线的，即马拢爱考台语呢。飞台湾线的是啥物？新加坡航空公司啦，啥物外国的航空公司飞台湾线拢爱会晓台语呢。因为我定定收到学生毕业生的 mail， 讲老师，这请把安全带系好啦，台语要哪讲啦？请把椅背靠直啦，台语要哪讲啦？因为是安怎？因讲做空中小姐会晓台语啦，我是安怎啦？因就讲因为安尼啦，因为之前有人讲就是。迄个公报嘛，讲各位公妈啦，阿公阿嬷对吧？各位公妈，大家搞早，咱的飞轮机即马要落土啊，请大家唔通袂记你家己的先例，我伫遮甲大家拜拜我听一个安怎，气我是不是安尼？就无好的对吧？无各位阿公阿嬷嘛，咱的飞轮机要安怎？
降落啊啦，对吧？哦，降落啊，啊无落土是啥意思？对吧？啊，请大家唔通袂记你家己的啥物行李啦，唔是行李啦，对吧？我伫遮甲大家安怎？拜拜，唔是拜拜啦，有无？是毋是安尼？啊，无是讲迄飞人机的座椅，毋是有 A B C D E 哇？哦，对吧？伊讲吼，小姐小姐，这位太太啦，吼，恁翁死伫遮啦，啊，你是 D 啦，对吧 ？C 嘛 ，D 嘛，对吧？哈，是毋是安尼？吼，恁翁死伫遮，你是 D 啦，哇，是毋是啊？哇，哦，是毋是啊？吼，咱袂晓台语就足麻烦的啦，对吧？吼，所以咱讲吼。台语伫台湾啊，吼有伊实用的功能啦，吼实用的功能啦。好，啊所以吼，但是实用的功能是一回事啦。啊台语伫台湾，像头拄蔡医师讲的，少年辈愈来愈袂晓讲台语啦。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啦，吼，在座敢有人，你的囡仔吼囝儿也好，孙仔也好，拢好啦，吼，你的囡仔有通学了过台语真好个手好啊？有嘛对无？哦，真侪人拢有嘛对无？表示大家伫厝里拢咧教台语对无？阮两个查某囝吼，嘛定来去互大家出去拢讲台语嘛吼，甲我讲台语。啊，因出去大家两个学了讲，哦，恁台语，恁查某囝台语哪会遮好？我听着足心酸的呢。嘿，人学了阮查某囝讲，啊，我心酸啥物物件？哦，其实安尼啦，你敢会学了一个德国囡仔，讲，哎哟，你的德语哪会讲甲遮好？会无？袂对无？哦，啊，你敢会学了一个日本囡仔，讲，哎哟，你日本话哪会遮甲我讲？会无？袂对无？但是你学了一个台湾囡仔讲你台湾话，哪会遮甲我讲无？绝对会，对无？安尼是毋是有一寡问题伫内底对无？所以心酸酸啦，哦，啊，定定阮若参加学术研讨会啦，就有即种情形啦。一个人起嚟讲啊，说落来，我的 presentation 全部要用英语进行。啊，伫台湾总是有人英语较无遐好嘛，对无？吼，伫遮大家拢真好，但是台湾啊较无好要安怎？听无要安怎？敢会举手甲抗议？无可能对无？鼻仔懵咧，哎呀，我乃听无啦，吼，我是来检讨对无？鼻仔懵咧，继续互迄个人用英语来发表对无？啊，英语发表了后，啊，伊就家己学嘛。后一个起来哦，哇，后一个起来，伊讲说落来，我的 presentation 全部要用台语进行，大家赶快有人听无，就安怎？抗议，稍微尊重一下好不好？我们有人听不懂台语呢，请用我们听得懂的国语来说好不好？对吧？是不是咱呢？哎呀，你有感觉真奇怪无？听无英语，家己感觉足见笑的，鼻仔懵咧，继续互人讲，或是听无的人唔对，啊听无台语变成讲的人唔对啦。你有感觉足奇怪无？有啊，是不是这种情形是不是真奇怪对吧？啊无啊，去另外一个现象啦，吼，真奇怪就是啥物件咧？咱来遮啦，吼，咱甲外国人讲话。要用什么语讲？英语嘛，当然嘛，对吧？啊，英语嘛，吼。啊，外国人来到台湾，咱要用什么语言甲外国人讲？啊，当然嘛是英语啊。奇怪吼，我来遮吼，就是讲定来看到一寡打来遮，用一寡迄个什么无解释的英语遐，甲外国人吐嘛，咱感觉真正常。但是伫台湾嘛，定来看到讲吼，外国人啦，去 7-11吼，还是去什么百货公司买物件，啊，伊明明迄个店员嘛，英语无啥晓讲，啊嘛是用英语，哎哟，right，有啊，吼，是毋是嘛是安尼？嘛是尽量用英语甲人吐啦，吼，啊，咱就问讲吼，啊你是安怎？你是安怎用英语甲人吐啦，吼，啊，伊就讲吼，啊，我尊重人啊，听起来真水对无？我尊重人，所以咱用英语甲伊吐啊。啊！你来人的国家，你尊重人嘛，对无？啊，人来咱的国家，咱嘛尊重人啦。啊，当时要尊重人，你有想过无？当时要尊重人，有啊，是毋是有即个物件？啊，咱着尊重人啊，尊重人无啥嘛，对无？好啦，啊，咱尊重人，去因遐嘛尊重因，啊，因是主人，咱尊重因。啊，来咱遮，咱是主人，咱嘛尊重人去。啊，什么时阵要尊重人？其实迄毋是尊重啦，迄叫做自卑啦，是毋是安尼？所以听无英语感觉足见笑，因为迄是悬的语言；听无台语感觉，你哪会当讲台语？因为台语是你感觉伊是假的语言，所以伊爱用较悬的语言来甲你讲话，你较高尚，是毋是安尼？所以这毋是台语即摆目前吼，大家观念内底要是拄着一个问题状况，就是讲你要是甲台语当作是较假的语言，所以才会拄着我头拄讲这个语言嘛。人阮伫罗西亚毋是安尼哦，我讲一个例，我伫罗西亚留学，罗西亚就是 Russian 啦吼，罗西亚留学。伊安怎咧？阮爸爸吼有一摆去找我佚佗啦，吼，啊伊要去买牛奶啦，吼，啊就用英语甲伊讲啦，啊卖牛奶阿婆啊吼，听无英语你知影？啊讲无两句啊吼，无去买伊啊啦，迄头仔门安尼，关起来，迄
个 open 的那个，迄变变 close， 哇，歪袂去啊啦，吼，啊我就真生气啊，吼，我就去问迄个，我换一支麦克过来，喂，好，喂，好，有较好啦，吼，我就问伊讲啊，吼，哎呀，你谁人不爱卖人有灵啦？互你趁钱倒位无好啦，吼！你谁人要安尼，遮无礼貌安尼？伊讲安怎呢？伊讲吼，我若去你的国家，我尊重你用你的语言讲啦，吼！你来我的国家，你敢免尊重我用我的语言讲？你来国家用我听无的语言甲讲，我听无歪地理啊，对吧？是不是安尼？吼，是不是安尼？过来吼，第二个咧就是我去法国的时啦。我去法国巴黎一间迄个百货公司啦，法国巴黎百货公司外国人足侪嘛，迄店员一定拢听有英语啦，加减啦吼。我就问伊讲吼，借问一下，便所伫倒位啦？伊就甲我比一个表情，当然我是用英语问啦，伊甲我比一个表情吼，安尼啦吼，意思伊听无啦。我就想讲，哪有可能听无啦？这英语的便所应该是世界共同的对吧？我就想，好啦，去掉。我用罗西亚语甲讲啦，哇，用 Russian 甲讲啦吼，伊就甲讲吼 ，toilet， 迄个罗西亚语的迄个便所的意思。伊就因为可能甲法语较熟啦，伊就讲哇 ，toilet， 咱就比互我听啦，吼，比互我看啦。你看，人因欧洲的人就是安尼啊。我去你的国家，我尊重你，我用你的语言；你来我的国家，甘免尊重我用我的语言，安尼互做互相尊重，对无？无吼，去遐嘛尊重你，来遮嘛尊重我，尊重你，安尼我毋免奴才，是毋是安尼？所以这是台语目前的危机啦，台语目前的危机啦。好，其实弱势语言的发展有三个阶段，英文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语言成做一个问题。若成做问题要安怎？就甲消灭啦！第一紧甲消灭。以前咱台湾就经历过即个阶段嘛，国语运动的时代，对无？第二个阶段就是即嘛，语言成做一种人权，就是讲我是人啊，我讲的语言是安怎袂当做正确的语言，对无吼？人权啦。但是到第三阶段，语言就爱成做一种资源啦。恁知影全世界影响上大的是啥物物件无？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是啥物物件？恁知影？离咱足近呢？华尔街迄只金牛啊，哇！华尔街迄只金牛啊，迄影响上大啦。啥物物件上大？钱上大啦，好无？钱上大啦，影响上大啦，好无？所以呢吼，咱若甲语言成做一种资源，都毋惊逐工别人无学啦，毋惊别人无学啦。即个语言成做资源，咱今仔日就讲着，讲马来西亚安怎甲福建话，甲咱台语足像的哦，成做资源。马来西亚呢？福建话呢，干嘛呢？真做资源。明仔载咱来讲台湾安怎甲台语，真做一种资源来趁钱，所以台语会当真做咱真好的资源。你有要，就是讲啊恁知影我问各位啦 ，BMW、Benz、Volvo、Alfa Romeo 这四种车是毋是？其实有的介绍差不多对吧？是安怎？有的人爱 Benz， 有的人爱 BMW， 有的人爱。迄个 Volvo， 有人爱 Alfa Romeo， 是安怎？你注意看伊的广告，你就知。迄个 Benz 啊伊的广告诉求是啥物件 ？comfortable 啦，伊真舒适。若 BMW 咧 ，sporty， 就是伊的迄个运动性足好诶啦，运动了。你若去看迄个，我今日印象足深诶，有一个 BMW 的广告，就是讲伊咧广告伊的车头顶换足光诶啦，伊就甲规台车变成一只白。黑豹，哇，乌豹，就是迄个豹，伊是全世界走甲上紧的动物对无？两粒电火就是伊的目睭安尼，足光的安尼，迄就是咧讲啊，伊有 sporting 有无？Volvo 咧 ，Volvo 因为安全大是伊发明的，所以伊拢讲啊我讲究的是安全。Alfa Romeo 咧 ，design 设计特别，你去 Google 看迄图片，逐台车拢生做足奇怪，伊的 design， 所以其实坐起来拢差不多啦。咱拢坐过啦，坐起来拢差不多啦。因为但是拢差不多的情形，若讲我甲别人无差别，我甲别人无差别，就大家拼计笑尔，对无？拼计笑嘛，但是若是讲我要甲别人，我莫拼计笑，我着爱甲别人无共款，对无？各位，你伫遮 New Jersey 生活，咱有啥物甲别人无共？咱有啥物特色？你有想过无？咱有啥物特色甲别人无共？咱的文化啦。水啦，咱的文化、咱的语言，互咱甲别人无共嘛，咱若会当甲这变成咱的特色，是毋是就会当甲别人无共？
啊，用迄来造成讲，你若要买即种特色的，敢若会当甲我买，安尼是毋是就甲别人有区隔啊？对无？就毋免陷入红海策略，就是甲人拼计数啦，甲人下计数，咱就会当有无共的所在啊。啊，即咱即两工拢会慢慢啊讨论，慢慢啊讨论安尼啦。因为所有即个物件，这第一节课是大开啊，总讲啦，后续一项细节讨论。来，我问各位啦，美国的狗会安怎叫？狗仔来到美国会安怎叫 ？wolf， 对吧 ？wolf， 是毋是安尼？啊，无就猫，是毋是安尼？美国狗就两种叫法嘛 ，wolf， 无猫嘛。啊，迄狗仔若来走去台湾要安怎叫？迄狗嘛爱学外语呢，对吧？狗仔来到美国啊，伊就 wolf 嘛，是猫对吧？啊，若来去台湾爱学外语安怎叫？我是中国的狗仔啦，啊，咱的狗安怎叫？浩，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哎呀，阿咪安怎叫？美国的阿咪安怎叫 ？quack， 哇，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 ？quack 哇，啊，若走去台湾要安怎叫？呱，呱，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哎，奇怪，白狗啊来美国是一种叫法，美国猪安怎叫？美国猪安怎叫？oi 对吧？oi 对吧？甲台湾要安怎叫？狗啊，对吧？你看差偌济了，狗较 oi 是毋是差足济？有无？哎呀，奇怪，明明一只猪啊，去到台湾就变狗叫，来到遮就变 oi 安尼叫啦，到底是安怎啦？跟猪仔嘛爱学外语咧，对吧？你若问一个美国人，讲猪仔安怎叫，伊安怎甲你讲？讲你莫受你的语言影响，你听到什么声音，猪仔安尼叫，伊安怎甲你讲？共款甲你讲 oi 啦，是毋是安尼？伊讲我听到就是 oi 啦，若问一个台湾人讲你听到猪安怎叫？狗啦，是毋是安尼？你讲我毋是狗啦，你心足听，听了伊也嘛是甲你讲啥？这狗啊，对吧？哎呀，奇怪，是猪仔的问题，猪仔的外语。啊，是咱的耳仔有问题，耳仔美国人甲咱共款拢耳仔也无啥物差别啦，咱咧医书伫遮都真清楚嘛，知影讲迄耳仔是安怎会无共，听到的声音会无共，听到的声音受语言的影响，所以听到就无共啊，对吧？因为是安怎？因为咱人来咱做一个实验，你就知影是安怎。来，手招我一个，大家手招我一个，来，手招我一个，来。请甲你的手放伫你的下海，甲手放伫你的下海。你看，大部分的人放伫倒位？放伫下头对吧？当你看到甲听到无共的时，大部分的人相信啥？看到的啦，所以下海是倒位？遮啦。但是你看到的是手放伫遮哇，所以大部分的人当看到甲听到无共的时，会相信看到的，袂相信。听到的啦，对吧？所以你若去人问咯，人讲倒滑，安尼你要看倒边啊，正边？再看一届，对吧？是不是？倒滑，安尼我正边啊，倒边？正边啦，是安怎？根据统计啊，若比的甲讲的无共的时有95%的机会看到的是。对的啦，听到的是唔对的啦，看到的较实在啦，较实在安尼，有无？所以咧这是啥？人用目睭吸收的信息是五官内底的7成，占7成是用目睭啦，所以咱受咱的语言影响，所以咱听到的声怎嘛无共啊？所以美国人着惊安怎 ？Oops， 哇，无 ouch， 哇，若咱咧？咱条件安怎？哎呦，对吧？哎呦，我的嗷，对吧？是不是安尼？白人着惊，白脚去踏着迄个鸟啊，踏着钉啊，就是无共，是安怎？敢讲品种无共，所以语言若无共安怎？听到的声音嘛会无共哦。语言会影响你的耳仔听到的声音哦。迄了小 case 啦，小 case， 就是讲这个影响声音是小可尔。看世界风声嘛影响啦。我问各位台语拢出来啦。螃蟹的台语要来讲啦。有人讲金仔，有人讲毛蟹对无？来哦，金仔若是螃蟹，翅仔就毋是螃蟹咯。若毛蟹是螃蟹，金仔就毋是螃蟹咯。对吧？恁知我咧讲啥无？
是无？那金仔是螃蟹，翅仔就毋是螃蟹咯。啊，那翅仔是螃蟹，毛蟹就毋是螃蟹咯。啊，那毛蟹是螃蟹，金仔就毋是螃蟹咯。所以台语无螃蟹啦，你知影？台语无螃蟹这个事，是安怎？你讲老师，咱台湾敢无迄种物件？有嘛？吼，这个什么物件呢？你知影？阮伫迄个罗西亚读册时啊，吼，伊有我北极啦。啊，北极遐破了白，毋是破了白，北极熊啦，迄就是迄个啦。有啊，北极，啊，北极遐吼有迄个爱斯基摩人，你知影？阮罗西亚语讲 Eskimo 啦，吼 Eskimo。啊，爱斯基摩人住伫落北极嘛，拢细对无？因的语言内底无冰呢，因的语言内底哪会无冰？伊讲啊吼，恁看大家拢共款啦，拢叫伊冰对无？吼，啊无 ice，哇！但是啊吼，阮看大家拢无共，迄个要样啊。迄应该是无共的，一个树专门来叫迄个要样的冰。啊，坚冻冻到安尼足冰的，迄阁一种一个树啦。啊，也袂坚冻，伫要小可有一寡脆冰伫面顶安尼，迄阁叫另外一个树啦。安尼听有无？因有将近100个树甲冰有关系，但是就是无一个冰啦。安尼听有无？因为因看大家拢无共啊，咱嘛共款啊。咱看这只红蟳，这只菜蟳，这只石蟳，这只沙蟳，这只3点啊，这只尖壳啊，这只大公参，有啊，是毋是安尼？咱像是看大家拢无共，对无？沙公甲沙母，咱就看无共啊，对无？红蟳、菜蟳、沙蟳、石蟳，吼，拢蟳啊无共对无？啊，花刺3点啊，尖壳啊，就拢刺啊落有无？拢无共对无？咱会感觉足奇怪，啊，都大家拢生做无共，你哪会用共一个名去叫伊？你有发现无？啊，你有发现过这个问题无？所以咱台语无螃蟹啦，因为中国无外海所在足少的嘛，吼，所以中国人啊看大家拢共款啦，啊，咱看大家拢无共对无？是做问题，大公参是啥物物件？恁敢知？大公参是倒一种？我第一个听到大公参啊，吼，我哦，应该是有遮大只对无？大贡嘛对无？迄虾仔贡、金仔贡就是伊迄个硬啊，迄个贡。结果毋是啦，大公参安尼啦，安尼啦，迄只是啥物件？你知影？华语叫啥？招潮蟹啦，好无？伊有一支硬特别大硬哇，吼，是毋是安尼？大贡哇，吼，所以叫做大公参，是讲伊有一手特别大啦，安尼，吼，哇，是毋是安尼？所以吼，因为咱台湾是海洋的文化，所以咧吼，咱对海的物件分甲足有路的啦。啊，若德国咧，你知影我有一届，阮妹妹读留学德国的，我有一届甲阮妹妹开讲啦，吼，我甲伊讲吼，阮罗西亚语内底俄文嘛，吼，罗西亚语内底。无插队即个词啦，插队无？插队无插队即个词，伊讲啊吼，真哪有啥？阮德语嘛无啦。我讲，但是恁的无插队即个词的原因，一定无阮遮厉害啦。吼，来，哦，伊讲哪有影？我讲恁谁哪无插队？恁感觉德语内底谁哪无插队即个词？因着无人无迄个动作，自细汉到大汉生目睭着毋捌看过迄个动作，你要安怎叫伊生一个词来讲做啦，对无？我最近这几年啊，较大汉以后吼，就爱看迄个外国的僵尸片啦，就是死后佫有啥物病毒感染，就活起来咧行路迄种的我吼。啊，我会记得我有一摆看迄个欧洲的迄一部僵尸片，就迄种的，全世界已经拢灭亡啊！敢若剩主角因迄车的人，一台车开一台箱仔车咧走，真正是走路啦，好无？你若走互迄个僵尸族啦，啊，僵尸后壁做甲足暗的，啊，因安尼嘛走甲开甲足紧的，结果叮。一个画面变红灯啦，啊，怎停落来啦？啊，停落来以后啊吼，安怎？停落来以后，伊就伫遐镜头就换做因伫车顶咧开车顶咧开讲嘛吼，啊开讲啊，啊较车顶啊，当伊才个继续开安尼啦。迄奇怪吼，我讲这电影系 bug 啦，全世界拢已经灭亡啊，剩恁一台车，啊，佮后壁人咧撞，结果佮有时间停红灯啦，敢有可能？无可能啦，对无？但是迄个意思是啥物件？遐个物件看到红灯啊停落来，已经进入因的迄个啥头壳内底啊啦，是毋是安尼？进入因头壳内底啊。所以德国根本毋捌看过插队即个物件啦，所以因无法度做一个词来表现因毋捌看过的物件。啊，罗西亚现在无插队即个词。大家拢真巧啦！我讲阮这较厉害。你知影咧？就台湾买火车票啊吼。台湾买火车票，等超过20分钟，你就要冰倒啊！这班次效率安怎？代替费掉啦，好无？是毋是安尼？吼！但是啊吼，伫罗西啊，你遐按一步，毋是一载，就是一下晡，啊无就一暝。是安怎咧？你看迄头前排队10个人啊，吼，
啊，你著排嘛，你排11个，你想我10个人嘛，虽然等一时嘛无真久对吧？那个头前你就紧啦吼，你个头前讲吼，你上啊，吼，你记咧我面啦吼，我排伫你后壁，我便所一个连面倒来，伊安怎甲你讲呢？伊甲你讲啊吼，歹势啦，我后壁吼已经有一个人啊啦，你是我后壁的第2个啦，吼，我来讲好，无问题，我就走去便所啊嘛。啊，便所的即当阵有另外一个人来，哎呀，你上，我排你后壁吼，你记咧我面吼，我等下倒来啊吼。伊安怎甲你讲？是个啦，我后壁已经安怎？2个啊啦，你是后壁安怎？第3个啦。所以你看是10个人排队是咧排队有10个人啦，事实上有偌济人啊吼安怎？唔知影啦，唔知影啦。啊，另外一个就是现象，就是讲吼，你我排队，你注意看我的动作，我才有人咧排队。啊，王个啊，真久无看啊！你看到我的动作无？才咧排队啊，吼，你看一个，注意看，咱咧排队。啊，王个啊，真久无看啊！对因来讲啦吼，这是排队正常的步骤，了无？因袂感觉安怎，因为因嘛是安尼做的吼。你著衰无拄着你熟悉啦，你头前咧排嘛，对无？吼，啊，另工你若有拄着，你嘛是共款咱入。所以因甲这认为是排队文化真正常的一部分啦，安尼听有无吼？所以咧吼，因无需要有排队这个事。无需要排队这个事啦，吼，因为插队啦，歹势啦，插队这个事，因为迄是排队的一部分，有无？所以咧吼，是毋是语言的影响文化？是毋是语言的影响文化？啊，搁来吼，搁来，咱讲啊吼，好，好，搁来，所以咱讲啊吼，你看，咱台语吼，有飞机，有扫管啊，有透抽，有软丝，有鱿鱼，有塔裤。你分得出来无？你分得出来无？飞机甲鱿鱼分得出来无？哈？会啦吼，飞机的头是啥物？圆的啦，飞机头圆的啦，有无？鱿鱼头三角的啦，啊，飞机甲塔裤分得出来无？塔裤有人讲是石旗啦，迄旗就是迄个人乌旗有无？软迄拢叫旗啦，啊，拢比伫石头旁有无？吼，迄鱿鱼甲塔裤要怎分？塔裤8支骹，鱿鱼10支骹啦，是毋是安尼？咱看大家拢生做无共，海洋的动物，所以咱拢分甲足有路的。好，来，我问你，鲸鱼的台语要怎讲？海洋，大家拢知影。海豚的台语要怎讲 ？Dolphin 的台语要怎讲？海底啦，吼，有啊，吼，海底啦。啊，鲨鱼的台语要怎讲？鲨鱼对无？你来看中文啊，吼，你会发现讲鲨鱼啦。金鱼啦，有无？是毋是安尼？金鱼有无？吼，拢是鱼啊，对无？鲨鱼、金鱼，啊，因若无看过，反正因嘛无啥物我海的所在足细，啊，我哋迄拢足成的啦，迄拢鱼啊啦。但是咱台湾人安怎？是鱼就是鱼安怎？毋是鱼就毋是鱼啦。海翁、海猪啊内底敢有出现半个鱼即字？无对无？无对无？因为安怎？啊，鱼啊明明尾溜是安尼啦，啊海翁、海猪啊尾溜是安尼啦，恁知影啦吼？海猪啊尾溜是安尼，啊鱼啊是安尼啦，有无？啊一个食冷的啦，一个毋是食冷的啦，一个一定爱漱空气，一定爱起来换气啦，吼啊一个毋免啦，啊你哪会叫伊共一个名叫鱼啊啦？安尼了解啦吼，所以咱台湾吼是海洋的国家，海洋的国家吼，伊就对海洋的生物特别分甲足有路的啦。所以咱讲啊吼，伫语言学内底有一个讲法，讲你讲啥物语言，就会叫迄个语言影响你的头壳，你看世界的方式啦。因为你若会晓分辨迄个若钱仔甲饲仔，你就会感觉讲，哎呀，这无共嘛，对无？有啥物无共？钱仔类的壳较厚，无透明啦，啊饲仔类的壳甲拢透明，有无吼？是毋是安尼？吼，啊所以呢吼，你就会分出伊的无共啦。啊你若拢叫伊螃蟹，啊这嘛螃蟹嘛螃蟹，你就安怎？分袂出伊的无共啦，是毋是安尼？所以语言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哦。有人就讲笑啦，以下这段是讲笑，以下这段，伊讲啊，是安怎吼？是安怎？就是讲以前咱台湾人较收时间啦吼，但所以因为是安怎？因为咱拢万分，你知影？咱若收万拢用分做单位啦，吼，计算啊，万1分、万2分、万3分、万5分对无？万10分就真嗨啊对无？吼。啊吼，中国人啊吼，拢误点啦，用点钟做单位哇，1点钟、2点钟哇，是不是安尼误点啦？所以因较无时间原谅哇，是不是安尼？当然这是讲笑的啦，但是确实是语言会影响世界，
语言影响你看世界方式，吼，所以愈侪语言就安怎？你看世界方式就愈多元啊，对吧？愈多元啊，吼，所以咧吼，人讲安怎？迄联合国讲的 ，UNESCO 讲的，伊讲啊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一个语言的消失，毋是干那一个语言消失，这是一个特别的世界观，数百年来的生命见证，甲科学、医学、动植物才会丰富知识的消失，是毋是安尼？你若一个语言消失啦，迄个语言后边的知识就拢无啊啦，看世界方式就拢无啊。你看落去以后，你就干来遐讲 crap，你就共款嘛，就无啥物分别嘛，就 crap， 对吧？是毋是安尼？所以语言若失，文化就灭；文化若灭，种族就亡。恁知行政院客委会安怎界定？你是毋是客人？你家己认为你是客人，就是客人。爱听无？你家己认为你是客人哦，毋是你的血统哦，毋是恁爸爸客人、恁妈妈客人、恁阿公阿嬷什么客人、外公外妈客人，毋是。你家己认为你是客家人，你就是客人。所以安怎？你的囡仔、那孙仔，若袂晓台语，毋知影台湾文化，伊的自我认同是啥物人？美国人，对吧？伊就无个认为家己是台湾人啊。伊甲台湾的迄个连接的断去啊，是毋是安尼？语言若失，文化就灭，文化就灭，哦，种族就亡。所以种族是血缘大个所在。也是认同，像我大家会坐伫遮想要来听台语，明明大家台语拢看咱遮好啊，听到有台语的嘛是安尼走来，因为啊吼安怎，大家有认同，家己是台湾人嘛，对吧？吼，这语言文化拢是认同。来，所以科学博物馆，国立科学博物馆，伫我出国之前办一个展览，我有带阮查某囝去看，叫做台湾的饮食文化展览啦，吼，台湾的饮食文化展览。来，我看伊饮食的文化啊，伊这写啥物货？春啊，写台语哦，国立的哦。以前拢是，你看，以前拢是迄华丽大字哦，啊，台语入边啊，什么俗名、别名、幼名，什么名哇？哦，类似咱拢迄新妇仔囝哇。即摆无共啊，大字写伫遮，甲你讲春啊花，有无？现在伊无用华语写，春子花。而且我们台湾人结婚要戴春子花，三位人听有啦，对吧？春啊花对吧？哦，春啊花来哦，啊伊的俗语。来哦，大家注意看，这内底我看袂清楚哦，我念好啊。这俗语内底有一个，干那一个哦，是写唔对的哦，请大家看卖啊是倒一个哦。来，青米煮正饭，菜汤食菜菜骹死，点点食三碗公，要做把鬼唔做妖鬼，食饭皇帝大。倒一个俗语是写唔对的？三碗公。三碗公啦，对吧？来，点点食三碗公，半啦，对吧？伊减食半碗公喎，是毋是安尼？伊白白点点啊，减食人半碗公喎，点点食三碗公半，对吧？啊，少年囡仔袂晓啦吼，伊毋知影讲这是台语的节奏，伊无迄个语感，所以你咧设计时拢讲点点食三碗公啦。其实点点食三碗公是袂结束的啦，点点食三碗公半，有无？才有结束的感觉，有无？迄节奏的问题啦，吼。好，来，所以俗语啦，甲一个俗语足济啦，吼。来，啊，这只叫做啥物物件？红心。来，这你看这只有看过无？这只有看过无？这只有啦吼，伫菜市啊，这有3个点有无？3个红红的点有无？吼，这是刺仔的一种啦，吼，这是刺仔的一种啦，吼，刺仔，这个你看伊边仔 mark 叫做红心梭子蟹啦，咱互大家看较清楚咧，吼，红心梭子蟹啦，吼。吼你看吼，伊写叫漂啥？3点啊，有无？3点起啊，有无？是毋是安尼？我问你，谁来要漂这？谁来要漂这？你若去菜市啊问人讲啊吼，哎呀，请问一下，哪里有卖红心梭子蟹？来，我给你回答。这你可能去海洋生物馆看，哇，去水族馆看才有对无？咱睇到红心梭子蟹，第一个印象是啥？水族馆，对吧？水族馆。啊，你安怎问人才会甲你讲？你若哎呀，请教哦，倒位有咧卖迄个3点啊啦，有无？哦，3点啊，迄个头搞迄搭有无？遐就有啊啦，有无？是毋是安尼？所以你若甲台湾人讲红心梭子蟹，就叫你去博物馆啦。啊，你要买到真正迄食要安怎？3点啊啦，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伊无法度一定爱漂啦。啊，一个叫做单永群啦，吼。啊，其实就是啥？
酒精啦，哇，酒精啦，吼哇，吼，啊你若去菜市场人讲伊要善用醺嘞，什么我说善用醺，阮遮无咧卖啦，哇，阮遮无咧卖善用醺啦，你去迄个博物馆看啦，哇，是毋是安尼吼？这是酒精啦，你若讲啊买酒精才有咧卖无？今仔日无咧，明仔载啦，明仔载就有啊啦，对吧？是毋是安尼？啊，这咧，什么锈斑醺、花旗啊啦，哇，花旗啦，吼，锈斑醺是啥？吼，对吧？哦，你去菜市仔买锈斑醺，买无啦，买无啦。你若去菜市仔买花旗咧 ，OK， 水买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若伫台湾要讲文化啦，讲生活啦，是毋是爱台语？对吧？少年囡仔袂晓。哦，我要买螃蟹，啊，请教你要买倒一种？啊，就螃蟹啊，对吧？就螃蟹，啊，遮济种，你要倒一种嘛，对吧？有膏的，无膏的，对吧？吼，啊，螃蟹就螃蟹还有分哦，对吧？是不是安尼？因为伊的语言内底无这种物件啦，安尼听有无？咱的语言内底有这种物件啦，吼，有无？哦，好啦，吼，对吧？菜糋，哦，我问各位啦，吼，菜糋甲红糋有啥物差别？菜糋甲红糋有啥物差别？拢巨源倾泻啊！哎呀，华语无分对吧？吼，华语无，台语有分无？菜糋甲红糋有分无？一个啊吼有膏，一个啊吼是冇的，但是腰无膏，安尼听有无？有膏的叫红糋啦，无膏的叫菜糋啦，啊拢冇的哦，冇的才会叫做哦，啊干的叫啥？叫沙干，有无？是不是安尼？是安尼？所以你看。同一种物件啦，公的母的，有膏无膏，拢叫无共款名哇，是不是安尼？分解就有路的哇，所以你唔免去问讲，你要公的还是要母的，对吧？是不是安尼？唔免，你好要红糋就是有膏的嘛，啊菜糋就是无膏的嘛，啊拢无的嘛，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哦，有啊，哦，所以呢吼，足方便的啦，吼，足方便的啦，所以伊的展览的名叫啥？阿嬷灶卡啦。我问各位，谁人要叫阿嬷灶卡？伊若写讲，我展览的名要叫祖母的厨房，安尼敢有台湾味？无啦，你根本就无台湾味嘛，对吧？吼，你一定要叫阿嬷灶卡，才有先咧讲台湾的食心嘛，是不是安尼？来，所以有啥物物件？插花粿嘛，像怎拜拜台湾爱拜粿，因为拜粿有家伙啦，哇！拜粿有家伙啦，啊，你若用华语甲念咧，啊，我就做果啊，哦，菜头果，哦，菜头果，做果有家伙，是什么我歌啦，对吧？什么人跳舞，对吧？哦，拜粿有家伙，是不是安尼？咱的所有的文化，拢是伫咱的语言面顶来啦，哦，啊，所以呢，吼。台南有做16岁有无？拜亲娘妈，迄前几工尔对无？是不是前2日仔尔对无？哦，你知影，若台南人会知影，啥物叫做16岁，就是大人啊啦。16岁以前啊拜亲娘妈，你知影？因为啊吼，16岁以前啦，还未大汉的时啊吼，互床母管啦，安听有无？床母管，啊若16岁做16岁以后就上管亲娘妈管啦，安听有无？所以爱拜亲娘妈啦，拜七娘妈做16岁，你敢知影你创啥？唔知啦吼，对无？迄文化物件嘛吼，好过来，所以是安怎？是安怎？碗内饭爱备互清气，袂当留饭粒啊，因为会安怎？会安怎？带尿布，嫁鸟安，哦，对无？是不是安尼？咱3字得当解说啦，华语爱几字？这个。你如果碗里面的饭没有吃完，长大以后啊，会嫁个这个脸上有很多麻子的老公或老婆，是不是就等乐乐等对吧？咱3字就解决啦，带尿布，嫁鸟安，是不是安尼？咱3字人爱讲遮济啦，是不是安尼？所以这是不是台湾的文化就是台语面顶啊，对吧？哦，是不是安尼？哦，啊，过来啊吼。所以安怎讲？你看伊的英语哦，足趣味哦，伊毋是半桌文化哦，对吧？以前咱来看中文下面字的英语，拢是迄个中文翻译的，对吧？哦，对吧？是毋是安尼？哦，但是啊吼，你来看伊内底，伊下面字的英语，这叫啥物？板凳啦，对吧？这是国立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国立的啊，
科学的展览哦，毋是一般民间学袂写的哦，伊就是要甲你嫖台语，甲你讲，你一定爱讲板凳这种 culture， 台湾人才听有，你若讲什么板桌哦，无人听有啦，是不是安尼？所以台湾的文化是建立伫啥物顶头？台语顶头啦，是不是安尼？所以吼，24节气吼，24节气哇，伊有一个展览，或者24节气拢食啥啦吼，来，所以吼有一个俗语叫做啥物？要安怎念啊？不是挂彩啦，这俗语伫遮啦，挂彩毋是俗语啦。海水较连贵头前迄两字咩念？唔对啦。什么雨水？不管是落雨海水拢真寒哦，无啦。24节气爱用文音读啦，叫雨水啦。雨水，海水较连贵，就是讲到雨水这个时阵，路面已经真热哦，你已经拢穿短啊长穿袂掉，像今仔日安尼啊。但是你加落海面受，你看卖，寒死啦！寒，海水要足寒啦，路面变热啊。海水也袂啦，啊，较等的啦，因为这是春天啦，打春天尔啦，爱听无？所以咱的节气嘛是一定爱用台语念啊，对无？所以呢吼，是安怎？咱的文化，咱的语言重要，因为咱的文化全部拢是建立伫咱的语言面顶啦，哦，咱的语言面顶啦。啊，文化若失去语言的，毋那是文化尔，咱的台湾的艺术嘛建立伫语言顶悬，嘛建立伫语言顶悬。来，互大家看一个影片哦。即摆少年囡仔看，细汉有看过布袋戏无？有啦吼，互少年囡仔看啥物布袋戏，互恁看一下。哦，另外，哎呀，我甲树斗底有关无？哇，是不是安尼？吼，啊，若有即种经验，等你看，通常拢安怎？有关有色，对吧？通常拢有色啦，有关啦。是安怎？你明明有关有色，是安怎？你佫会感觉讲，哎呀，我是毋是无关无色？因为安怎？因为你是手做这个动作，头壳无咧做这个动作啦，你听有无？这伫阮的文学内底叫做自动化啦。好，你已经做伤侪届啊，所以迄个啥写迄个《War and Peace》迄个啊，吼，战争甲和平迄个作家叫做托尔斯泰迄个，吼，托尔斯泰，伊讲啊吼，咱人啊，一工讲遐尼侪句话。但是啊吼，拢毋捌想听落来想看觅啊，其中一句话、两句话嘛好啦，是啥物意思？啊，咱无意识讲话，做代志嘛无意识，讲话嘛无意识，所以人生啦，过到一半以后，是讲规个要过了，你去想起来啊，啊，我人生到底做啥物啦？是毋是安尼？拢无印象，啊，啥人拢无印象？因为你是手咧做，骹咧做，头壳无咧做啦，对无？咱甲即种人生叫做甘乐人生啦。甘乐的啥？有拍过甘乐无？哦，细汉就甘乐一直洗到足紧的有无？啊，有当时有一种说法，佫较酷型，吼，摕一支物件一直顺迄个甘乐，互伊一直洗袂停有无？哦，一直洗。但是你有注意到无？甘乐洗到足紧足无用的，但是一直拢停伫原地，毋捌向前有无？是毋是安尼？这就是咱的人生啦。一直无用，一直无用。咱的社会、咱的周围、咱的朋友、咱的同事、咱的长官、咱的同事，一直咧甲咱讲你爱做啥，一直无用。但是啊吼，毋捌考虑过讲啊，到底我这无用是为着啥物，对吧？因为你的人生是自动化的人生啦，所以咱这两节课，哦，托尔斯泰讲安怎？作家的任务就是要互你另外一个顶头去看见。四周围的人生啦，迄是作家啦。啊，咱学语言呢，咱这两节课的目的就是要互你顶头看见这个语言，顶头看见这个语言后壁明角啦。所以我上爱讲啊吼，物件咱当然无可能用迄个啥2天的时间就甲台语讲了。你知影阮伫遮所讲的每一个主题，伫中山医学大学拢开一学期的课咧讲的啦，拢开一学期的课咧讲的。哦，啊，所以吼。无可能讲了，但是咱只要有一个啥物件，美甲甲樟头啦，有无？咱若衫有樟头安怎？规罐肉粽就起来啊，免伫遐一粒透我大死角啦，要安怎？是毋是安尼？樟头衫咧，规罐肉粽就起来啊。所以咱只要这个物件道理，我即摆今仔要来讲的就是，这2天要来讲的就是樟头啦。要安怎衫有台语的樟头？要安怎意识到台语无共的存在？安尼以后，咱就算今仔无讲到的例，因为例太侪记袂了，以后嘛会知影啦。吼，所以来，一开始咱先对罗西亚语开始。
Russian 啦，我念一首诗的第一句互各位听，迄是一个我真介意的诗人，叫Yesenin，伊的罗西亚诗，Yesenin，伊的塞尼，的诗。来，大家注意听，我会问问题哦，注意听。Камышна, слышно шуршение шалот。好，这是伊的第一句。跟听一届哦。Камышна, слышно шуршение шалот。好，你听无对无？当然啦，你若无学过罗西亚语啊，但是我问各位，第一，你一直听到什么音？你看大家拢听得出是无？第二，你感觉这首诗的感情是足强烈的，还是温温的感情？温温的感情对无？无人感觉足强烈的对无？第三，这是小可悲伤的温，还是小可欢喜的温？这个看分袂出来啦，其实是小可悲伤，因为后刷，伊这句话的意思是啥？风吹过寒芒啦，啊寒芒发出安尼沙沙沙的声啦。啊，刷来就要讲啥？刷来我无吟着的，就是要讲啊吼，啊，我的爱人什么去远远的所在安怎拄安怎啦吼，怀念爱人的迄个诗啦。哎呀，啊你明明听无罗西亚语对无？但是你一定会听到嘘的声，而且你感受会出伊的感情对无？你明明一字嘛听无意思，但是你所感觉会出伊的感情是安怎？因为安怎？因为语言啦。最开始也无文字的时就出现啦，对无？吼，所以呢吼，伊的秘密拢藏伫基因内底啦。所以你若了解基因，你注意用耳仔听，你就算听无迄个语言，你嘛知影大概意思。来，吼，我问各位，哆啦 A 梦有看过无？以前咱叫小叮当有吼，所以咱常常讲一定爱正名才会顺利，因为哆啦 A 梦到尾啊，小叮当到尾啊正名做哆啦 A 梦对无？吼啊，鸡翅头啊足济哇，吼足幸福的。啊阿福正名做啥？小夫啦，吼，迄喙足好起来咯，佫较真爽喎。啊胖虎正名做啥？季安啦，季安正名做胖虎啦，哇，迄定来欺负人囡仔头王过啊足爽的对无？唯无正名的就是啥？就是主角啦，大雄啦，好不好？所以大家被欺负过，甲凄惨落去拢可怜阮，所以正名真重要。拢係在講笑的啦，吼好。伊迄個主題歌吼，哆啦 A 夢的主題歌是安尼，吼注意聽，因為我袂曉唱，我袂曉一句啦，所以有意思的我攏唱袂出，干來用嗨，就是安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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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昂昂，噔噔噔噔噔噔，哆啦 A 夢哭哇！我問各位哦，先後要迄三個字是無意思啊，先後伊要昂昂昂，伊無愛嗚是安怎？昂昂昂，哆啦 A 夢哭。你講老師啊，這拄啊好啦，對無？第一屆是拄啊好啦，啊那第二屆是嗆厝啦，對無？啊那第三屆就是啥？有一定的規則啦，咱常來講，好來。所以我之前有指導過一個實習生，伊寫日本時代台語流行歌的歌詞研究，伊甲所有日本時代台語流行歌攏收集我分析歌詞。我問你，流行歌上濟題材是啥？愛情啦，流行歌佫袂講國家大事啦，吼，是毋是安尼？吼，一定講愛情，愛情有兩種啦，都兩種，足幸福的愛情對無？啊，一種是愛情啊對人走啊，咱台灣早前結婚攏互人唱卡拉 OK 有無？啊，去你唱是唱什麼愛唔着人啊？吼，對愛情啊對人走，是毋是安尼？所以吼，來，你知影吼，統計起來，日本時代歡喜幸福的愛情，亞運亞上濟是倒一個音樂？翁，春天話正情，盼雙人相約去遊，有話想要對你。在唐陽，有無？是毋是啊？對無？是毋是安尼？吼，流行歌內底啊吼，愛情的、歡喜的，是啊，翁上濟啦。佫是出現翁哦。啊，若悲傷的什麼上濟？你知影？第一名啊，愛啦，愛啦。啊，是安怎愛上濟？你知影？你看，迄項人啊，生做無水叫做歹對無？叫做歹對無？吼，心情無好就會佇遐哀有無？吼，啊，佫來啊，杯仔落落破去叫做害對無？害對無？吼，歹，你看，歹啦，歹啦，害啦，
哀啦，啊若文音叫做歹徒无、歹徒无、为非作歹有无？是毋是拢是哀？像咱遐无好的字拢哀，像咱遐无好的字拢哀，啊好的形容要哀，有无？有原因的啦。你若无去甲分析统计，你毋知影迄背后有美感啦。因为啊吼，所以像吼，来，我问恁啊吼，我若要表现强烈的感情、欢喜的感情，恁比较看卖吼，安。你要用倒一个？昂嘛，啊，我若要表现我真空虚的吼，你听两个音哦，一个是啊，一个是倒一个较空虚，较空虚对无？每一个声音拢有伊的表情，听有无？啊，所以吼，这个表情就甲伊的意思相连结啦。所以昂是上响的音，啥喏？因为啊是喙是毋是开了上大，对无？开了上大啊，对无？吼。啊，所以呢吼，啊，毋若喙开甲上大，佮有啥鼻音啦？鼻音就是啥？鼻啊低咧就发袂出来吼，你看发袂出来对无？吼，发袂出来对无？这鼻，所以连喙开甲上大，连鼻啊嘛有声出来，这是毋是？就是咧讲啥？上响啦，上响。啊，所以上响就是感情上强烈啦。啊那伫咱的喙唇啊吼，造成一个一直反射，一直反射，一直反射哇，所以出来声音就足空虚的啦，有无？所以是安怎是安尼，有规则啦。天啥人是天，地啥人是地，啥人迄物件啥人一开始无叫做地，啥人这物件啥人一开始无叫做天。台语八个声调内底，敢若有2个是平平的调啦，吼啊天是悬平的调啦，地是低平的调啦，安听有无？2个平平的调尔啦，甲天就是悬平。地就是低平，啊，咱看天就是天顶平平嘛，啊，地就是下面平平嘛，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天啦、星啦，就是星啦，吼星啦，地啦、下啦，下面的下有无？哦，就是地有无？地、落地有无？地、下、地，是不是有共款意思？拢是迄个啥？共款的下、低平拢是。啊，佮有 A， 因为 A 咱喙的压低有无？咱的喙齿的压低有无？看 A 有无？喙齿的压低咯，啊，甲上低迄就是这啦。啊，天就是有鼻音有无？星就是有面顶鼻音有无？是毋是安尼？顶面的顶是毋是嘛有鼻音？你耳仔听着，你就知影顶面，是毋是发袂出来对无？顶是毋是就有鼻音有无？所以有关系无？虽然 Shakespeare 安尼讲啦，莎士比亚，伊讲你若甲玫瑰叫做高赛，伊嘛袂变臭啦；啊，若甲高赛叫做玫瑰，伊嘛袂安怎变芳啦。但是你嘛是袂甲高赛叫做玫瑰，嘛袂甲玫瑰叫做高赛啦。是安怎？因为伊伫做事的当初，甲声音拢有关联啦。世间万美啦，伫初期拢有一定的规律，安尼听有无？所以咱去感受迄个规律，咱就知影伊的意思，就算毋知影即个语言。吼，所以像讲你若去分析过，你会发现讲台语的动词内底、动作啦内底有2种哦，若有对照的啦，一种叫做入声，一种叫做鼻音。若有这2种对照的，入声，怎么做入声了？就是声音会收起来。吼，我甲各位分2种啦，中文无入声啦，中文没有入声，哦，中文已经无入声。来，迄个啥，接甲尖，来，我问你啊吼。我好不容易才挤上车，我真无简单，这安怎？不是啦，挤啦，对无？我真无简单，这挤起哩哇，吼对吧？挤上车啦，啊车上看到2个年轻人在挤青春痘了，啊挤要哪里啊？接对吧？接对吧？哦，你知影阮读上医学台语的时候，人家讲啊吼，甲医学先讲吼，啊一般人啊吼，喙迄若发条啊，伊安怎做？伊讲老师。紧来甲伊挤出来，哎哟，挤个流血咧，挤可能用金甲头甲挤出来哦，规个面拢会流血对吧？挤，华语无分对吧？挤啦，挤青春痘嘛挤啦，哦啊这嘛挤啦吼。但是台语有分哦，挤甲挤，你有发现迄个挤迄个音特别短无？挤有无？挤有无？迄个是入声字啦，挤啊那挤就是啥？鼻音啦，啊那拖甲拖咧。拖，看你要拖去倒位所在哩嘛，对无？啊，若拖咧，一瞬啊咯，你若甲拖出来，伊会安怎？啊，落落啊，哇，是毋是安尼？拖啊，落落啊，哇，是毋是安尼？所以拖袂当拖出来，敢若会当安怎？拖，有无？拖，
吼，拖是短短啊有无？因为有入声较短有无？拖，啊，搁来，这是啥物动作？背对无？背是毋是一时啊尔咯？背足短的动作了，背有鼻有入声啦，入声。啊，若剑安怎？背出来有无？剑背出来有无？共款差不多动作对无？啊，若鸟伫天顶安怎？背对无？敢若一个有入声，你有发现无？背有入声，所以伊动作足短的有无？哦，你敢会安尼一直背一暗？袂啦，对吧？背就背掉就无啊。啊，若背一下就无爱下来安怎？落来对吧？鸟仔就坠机，哇，就落来啊。所以你啊背剑就是背足长的。所以你看，是毋是有入声拢特别短有无？你有发现无？啊，若骹吼半暝欠招，咱人体欠招某一种物件，半暝咧困啊，骹无架被就安怎？救筋了，救一个，丢一个，有无？丢救有无？吼，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啊，所以伊就是安尼，咕咕咕，伊会一直筋安尼，啊，若筋要甲伊剥皮，筋抽出来有无？是毋是安尼？迄叫做抽就安怎？足长的对无？抽出来，啊，若丢救就安怎？足短有无？你发现有规律无？咱讲一届是拄啊好啦，两届是呛住啦，啊，若连续3届出现就是啥？伊有规则啦，有无？你若掠着迄个眉角，掠着就是你三有掌头，以后你拄着类似的你拢知影啦，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吼，三角，三咧啥？摕迄个菜瓜布甲，莫讲菜瓜布，迄卤啊、切啊啦，甲安怎？切咧有无？切是毋是嘛足短对无？迄有入声伫最后，切有无？哦，切，所以伊迄动作是有无？是毋是安尼？伊毋是安尼对无？安尼叫做撸啊。路对吧？啊，你伫迄个洗温泉时啦，吼，人讲吼，请莫安怎？捋身啦，毋是捋身哦，捋你的手会疼哦，捋身有无？捋有无？捋身就是安怎？足短有无？安尼捋身有无？啊，若捋就是啥？捋涂骹，啊，捋涂骹你哪用捋的咧？你要捋较重视，对吧？所以捋涂骹，哦，有人讲捋涂骹啦，吼，有无吼？啊，捋身有无？你有发现无？只要加一个入声，就表示啥？同款的动作，时间较短，力较细，有无？你有发现有规则无？台语毋是无规则的呢？啊，若有王的，拢特别出力，你知吼？撞落、冲落、弄落、攻落，是毋是拢王？跟你听一解哦，我推无王啦，吼，我即摆讲的是王的，撞落、弄落、攻落、冲落。是毋是拢有？你发现有王的就特别安怎？大力有无？有王的拢足大力的有无？有无？是毋是安尼？蹦起啊有无？蹦有无？吼，蹦起啊有无？啊，蹦个有另外一个，除了伊王以外，伊迄个爆迄种音啊吼，伫语音学内底叫做爆炸音，就是你甲开内先激烈哦，啊，即个某一个听到才爆出来，所以蹦起啊，迄个爆有无？特别大声有无？啊，佮有嗡特别大力有无？所以才讲蹦起啊有无？是毋是甲意思拢有关系？我问恁啦吼，我问恁吼，阿爸甲裤仔有啥物无共？阿爸甲裤仔有啥物无共？水啦，阿爸有挂，裤仔无挂啦，水啦。啊，谁人阿爸有挂，裤仔无挂？因为你注意看我的嘴，有无？有无？有挂啦，有无？啊，裤仔无挂，裤仔无挂。你看，迄毋是凊彩讲讲的，你看，扛起来，合起来，有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拢合嘴音？你有发现无？是毋是拢合嘴音？迄毋是迄个啥无张持的啦，迄是挑工仔咧用的啦，有无？所以吼，鼻啊哪有可能无鼻音啦？鼻这个字就一定要有鼻音对吧？无就只能叫做鼻对吧？吼，是毋是安尼？所以阿爸扛起来，合起来无？好，迄是阿爸甲裤仔的分别。啊，裤仔甲人啊咧？人啊有啥？空对吧？人啊一空叫人啊对吧？啊，若教室无真侪人来坐，叫做教室。人是毋是嘛是爱？人有无吼？啊，若吼，迄两节课中有一个小可休困的时间，叫做有啥物芳？浪芳无？浪芳无？浪芳就是时间空有无？
吼，啊若人就是有空间有无吼，空，啊空嘛是空有无？啊人啊，你有注意到拢红无？有啊，是毋是安尼？拢红有无？有表现一空，迄种有中两个实的，中有一个虚的，迄拢是红有无？时间叫做人旁人有无？吼，人一个有无？人吼，啊空。人，哦，然后教授无啥物人叫人，啊，过来啊吼，啥物人啊，有无？是毋是安尼？拢是红有无？你有发现背后有规则无？有啦吼。一般来讲，鼻音就是大力啦，无一定爱红啦。吼现入声就代表细啦。像讲动作，拍、爱，有鼻音无？有是毋是足重的对无？啊，若目睭出力。叫做讲青，啊，无人讲讲青哇吼，讲人哇，是毋是拢有鼻音？目睭大力的，系讲毛鼻音吗？哇吼，大力的啦吼，伊会用鼻音来代表啦，动作啦吼，有这个原则啦吼，语音甲意思有关联无？有关联对无？所以咱咧讲话时，其实咱思考，对吼，这些拢是这个共款的系列的词啦吼，有无吼？啊，所以吼，另外一个，头拄是讲语音哦。吼，说落来，讲啥？讲腔口啦，吼，讲腔口。是安怎？美国人讲华语，讲台语，听起来怪怪。啊，阮美国人讲台语就是安尼，你唔通笑阮，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美国人是安尼讲的，对无？啊，台湾人讲英语的，花糯米，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是安怎会无共？是安怎无共？因为安怎？因为每一种语言拢有伊发得出来的音，甲发袂出来的音啦，对无？你若无语有诶，你就发得出来；无语无诶，就安怎？发袂出来。啊，英语啊吼是声调诶语言啦，声调语言是啥物件？伊是同音无同音，同音无同音，安尼对无？是毋是安尼？哦，啊，同音佫会定定无共。就阮学罗西亚语，我学英语，定定拢会。受干扰，你知影？因为遮讲 boulevard 有无吼？阮遐讲 boulevard 有无吼？啊，遮讲 metro 吼，同音是头前嘛 ，me 嘛吼。阮遐是讲 metro 好不好？同音是伫后壁有无吼？所以咧吼，阮逐个若发人吼，我拢会同音拢会囥伫后壁，因为阮罗西亚语式的发，你知影？吼啊，所以吼，感觉人个听着啊，去想一下，哦，你是讲迄啦吼，有无？因为迄是同音的语言啦。有一届吼，我较着去学阮妹妹啦，阮妹妹是德国的。结果吼，伊迄一个德国查某囡仔，甲伊做伙大，吼，啊伊就接电话，啊接电话就讲吼，到尾甲阮妹妹甲讲吼，阮迄德国朋友头仔讲啊吼，迄个有一个非洲人甲电话做，因为安怎你知道？我讲英语啊吼，毋但有台湾腔啦，佫有罗西亚腔啦，两种腔的套人，所以听袂出是倒位的腔，因为我这可能非洲的腔的。哇！所以吼，就安尼讲啦。啊，其实阮迄个就伫迄当阵伫罗西亚读册的时啊，迄教语言教学的老师，就是外语教学，因知影讲阮当然可能会拢会教到罗西亚语嘛，所以有专工甲阮外国人排一节迄个罗西亚语正做外语的迄种教学的课。老师起来就是讲啊吼，来，恁一人第一节课，讲恁一人起来讲两句话啦，用罗西亚语讲啦吼。我就当要出恁是倒一国来，遐有影咧。迄美国人徛起来吼，讲罗西亚语就袂出咧讲英语咧，对吧？吼反正就是讲，迄真正听两句就知影是安怎。伊会为迄个母语的腔有无吼，母语的迄个腔啦，吼。所以其实你只要听伊讲英语讲两句，嘛知影伊到底倒位人来啦，吼。啊是因为迄受影响啊，佫是啥呢？啊，台语是啥物语言？人讲英语啥物德语是同音的语言嘛，吼。啊，同音就是三种啦，一种是发较重，像阮遐 metro 有无 ？ro 就是爱互重啦。啊，第二种就是发互长，像拉丁语、法语，迄同音就共一个所在，伊就较长嘛，对无吼？啊，长两倍。啊，另外一种是较长，佫较重。好，不管啦。啊，咱是啥物语言？咱是声调语言。声调语言甲同音有啥无共？罗西亚人，我伫遐，阮用台语咧讲话时，因听来讲啊吼。啊，恁咧唱歌吼？无啊，啥物唱歌？阮就是咧讲话啊，对吧？吼，是毋是安尼？啊，讲话甲唱歌哪有啥物？哪会难做伙？因为咱台语有悬、中、低三个无共款的声调啦。吼，啊，你注意看哦，悬迄字的声调一定上悬，中迄字声调是中啊有无？低迄字的声调一定是低有无？
是不是安尼？咱头仔讲语音甲伊的意思一定有关联，有无？所以咱台语有悬、中、低三个赞处的，所以咱听起来袂像咱咧唱歌啦。我举例互各位听讲好无？举例互各位听啦。好，来，你看啦吼，你有听过黄以玲有一条歌叫做《无字的情批》，有听过无？有啊，有人有听过吧？对无？一开始安怎唱？一开始安怎唱？袂记你安怎唱啊？对无？来啦，互各位听看卖啦，复习一下啦，真好听对无？注意听伊第一句上的意思。注意听歌词哦，注意第一句。来，好，你第一句安怎唱？妈妈阿妈唔捌字，有无？阿妈唔捌字，所以伊捌真侪代志。你若会记即句话，咱就是因为捌字，所以拢唔捌代志。哇，等下是安怎？等下吼，恁就知，等下恁就知哦。爱唔捌字才捌真侪代志。萧煌奇有一个迄个啥青梅歌手有无？哦，盲人歌手啦吼。伊有唱一条歌，叫做啥物物件？嘛是甲阿嬷有关系。哦，有人听过无？听看觅，注意听吼，听看觅。阿嬷的话，这故事就是讲一个少年囡仔嘛，阿爸吼飞累啦，走路啊啦，细汉互阿嬷饲大汉的故事。听副歌啦，你注意听伊副歌的阿嬷。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对我上好，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伊嘛定定带我去游街，看人咧佚佗，看人咧办公会啊，看人咧烧菜。伊定定甲阮讲，叫阮着爱好好读书。大汉像恁老爸甲伊啊用过哦，伊迄个时阵，阮拢听拢无。阿嬷，你到底是咧讲啥话？大了后，才知影阿嬷的话，我的家庭永远放在心底。想着一步一步。注意哦，后壁阿嬷，你注意听阿嬷怎唱。好来，吼，安怎唱？阿嬷，你即马伫倒位？有无？好来，过来哦。天黑，大家晓唱无？会来，大家唱啦，好嘛好嘛。天黑黑，要落雨。阿公啊，徛伫头尾运乌，运着一尾山羊羔，伊也要用天家处理。阿公的主家，阿妈的主家。好，会使啊。这三个阿嬷是共一个阿嬷，你有发现无？共一个阿嬷，
阿公啊要煮咸，阿嬷要煮正，阿嬷要煮正，啊，搁来咧，阿嬷你今仔伫倒位？阿嬷，哇，阿嬷，阿公啊要煮咸，阿嬷要煮正，啊，搁来，阿嬷唔捌字，阿嬷唔捌字。你有注意到这三个是共一个阿嬷无？啥都是共一个阿嬷，因为喏，先加才悬才加有无？阿嬷，你今仔伫？阿嬷，哇，阿嬷唔捌字哇，阿公啊要煮咸，阿嬷要煮正，是安怎会安尼？是安怎三个人我共一个阿嬷？啊，这条歌其实每一个阿嬷拢是安尼哦，因为这条歌有足侪做阿嬷的歌，但是因为副歌听较上清楚嘛，所以互恁听较副歌。其实每一个阿嬷拢是安尼，是安怎呢？是安怎？阿嬷就是爱安怎，你知影？阿嬷就是爱拉哆啦，阿嬷，哇，阿嬷拉哆啦，哦，阿嬷，是安怎呢？你知影我细汉的时啊吼，有一摆抱阮查某囝，大汉查某囝迄当阵了细汉了，毋捌字。毋捌字，所以知影真侪代志哇！我著抱伊啦吼。啊，你注意听我唱啥？我唱妈妈，请你也保重啦。吼，一开始安怎唱？若想起故乡，免挂伊。好 ，OK。伊中有一句啊吼，伊讲就是吼，虽然我伫他乡的即个成都啦。我是真勇行的，哇！好，我唱啥物？迄句话是啥？我咧唱啥？毋过安怎？毋过我是真勇行的。搁听一摆哦，搁听一摆哦。毋过我是真勇行的，我是安怎？勇行的啦，对啦，对无？是不是安尼？再听一摆。我是真勇行的，哇，是不是安尼？你知影？阮查某囝听着我唱这条，因为囡仔可能毋捌规句的意思，伊拢听关键词有无吼？伊讲听着勇行，吼，爸爸，我无爱勇行，我要抱。哇，啊，确实是毋是勇行的？我唱的时阵，毋过我是真勇行的。因为咱互字骗去有无？咱字写勇行，咱互，所以阿嬷毋捌字，才会捌真侪代志哇。伊若袂去互歌词骗去，伊会听哇。是安怎勇行变勇行？因为你注意听，勇行是毋是咧调平平对无？但是勇行是毋是先加这个悬对无？啊，所以。我是真勇行的，是不是先加这个悬对无？啊，先加这悬是勇行，是勇行，勇行对无？就是安尼嘛吼。毋那是流行歌是安尼哦。台湾有一个传统民谣，叫做丢丢糖啊，会晓唱无？咱唱第一句就好啊，好无？来。好来。有人甲我讲啊吼，老师，你看这阿嬷你倒丢，迄个阿嬷无搁来对无？咱讲阿嬷爱搁来对无？啊，伊阿嬷你倒丢无搁来，是安怎？老师你讲的毋对，会拜托，迄个敢阿嬷？火车行到阿嬷你倒丢，迄敢阿嬷？迄都毋是阿嬷对无？哈，有无？是毋是安尼？火车行到磅空内，磅空的水滴落来，其他以外所有的事拢毋知影意思对无？拢无意思的是安怎？因为迄是受到原住民影响啦，汉人来台湾，听到原住民咧唱歌，哦，那真好听，但是敢知影意思？毋知影意思，大家用伫歌内底，所以台湾的传统歌谣内底有足侪迄种啥，迄种毋知影意思的啦，吼，啥物草莓啊，人加甘啥物，人生60仔一刀啊，啥物一刀。好树哟，哦，还有一款什么一道树哟，迄拢是什么物件？迄拢是原住民去的影响啊，你听无？所以迄毋是阿嬷啦，你莫摕迄来挥吼，是不是啊？迄毋是阿嬷，迄毋是阿嬷。来，第一句，搁唱一届。好，听到伊道就好啊。啥物车？火车。
火车，搁唱一届。火车。搁唱一届。火车，唔是火车，是火车啦，对无？火车是载死人的呢，对吧？啊，火车是载活人的呢，所以到底是载死人的车经过崩坑，还是载活人的车经过崩坑？对吧？啊，谁会安尼？谁会安尼？因为你看，火车是不是平平对吧？啊，火车是不是先加只悬对吧？结果你是弹啥？re mi re mi re do 是不是 re mi 是不是先加只悬对吧？所以不是火车。是火车，载死人的车过无卡，哇吼！啊，现在有这种艺术的检查。第三类是啥物类？咱讲一个是拄好对吧？两个唱数对吧？第三届就有规则啊对吧？所以咱就要提出第三个类。伫倒位咧？歌戏内底啦。咱头讲单三五娘，有看过无？有听过这个单三五娘无？有嘛吼？单三就是一个，迄个好野人囝嘛，排第几？第三嘛，所以叫单三嘛。啊，五娘排第几？第五嘛，有意外，所以叫五娘嘛，对吧？单三有一摆经过五娘因兜门口，哪有遮水的查某囡仔，对无？那五娘嘛，杀着伊啦。通常古今台外有无？古早到今仔，台湾到外国，所有迄个啥好野人的囝伫戏内底啦吼。若要演讲好野人囝爱着一个查某囡仔刷落来，伊做啥物动作？假影家己是善食，对无？是不是安尼？伊就是要互对方讲，毋是因为钱才爱我，才嫁我，是因为我这个人我，所以一定拢爱假做善食人，对无？所以单三吼，就假做一个无行的工人啦，吼，无行有无吼？入去五娘因兜啦，做长工啦，啊，就咧甲五娘诱拐啦，吼，讲甲人啊啥，啊五娘看单三生了缘投，啊，佮讲甲人安尼，伊嘛有介意就对啦。但是伊是千金大小姐哩，哦意爱在心内嘛，吼，敢会当讲出来？会当讲出来无？袂使对无？哦，对无？袂使，袂使要安怎？单三就想讲切心啦，哦，切心啦！我对你用心计较，拖拖沓沓，结果吼安怎？你拢无看在眼内啦，吼！五娘因为五娘毋敢表达嘛，吼，刷刷去啦，我要转来啦，雨伞行咧，要走啊！五娘会紧张无？足紧张的对无？爱足紧张要安怎？伊通冲出去跪落来，哎呀，三哥啊，莫走啊，我真爱你啦，会使无？袂使，因为是小姐对无？啥物人爱跳出来？查某囡仔啦，一定要有一个查某囡仔对无？对是不是安尼？查某囡仔一定要去撞嘛对无？一定啦吼。是安怎？查某囡仔比小姐较紧张？另外嘛，人咧食米粉，伊咧发烧，是不是安尼？是安怎？查某囡仔比小姐较紧张？你有记得中国有一个古册叫做迄个《西厢记》有无？伊内底迄个啥小姐嘛是袂当安怎对无？哦，迄个查某囡仔话，迄个红娘有无？吼，嘛是爱去处理烦恼遮个所有代志，互因做伙嘛。是安怎？你知影？因为迄种查某囡仔毋是一般的查某囡仔，迄种查某囡仔未来要安怎？嫁互迄啦，就是嘛要嫁互迄个翁的啦。啊，是安怎无代无志啊吼？要掠一支虫来咬家己的尻川哇！咱台语是安尼讲的嘛。现在无代无志，要互查某囡仔嘛嫁家己啊。迄小姐的心态是啥？现在有这种传统，你有看过中国遐个后宫剧无？哦，拢是啥？后宫就是要争权有无？争取权力。啊，争取权力的时候，若查某囡仔甲伊做伙嫁去，迄查某囡拢是自细汉甲小姐做伙大汉的，感情拢足好对无？因都有几票？2票啦，其他所有嫁去拢剩敢若几票？1票啊！所以投票伊安怎投嘛赢哇？是不是安尼？加一个人加一份力量，对无？吼，会当互因的权力较稳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吼，无定迄个姑爷有迄个2个某以后，就袂堪起个第3个某啊，对无？就无去娶嘛，无可能嘛，对无？所以小姐若看介意倒一个少年人，伊就要安怎？使人家己的小姐无？迄查某囡啦，查某囡若看介意倒一个少年人，伊迄使弄家己的小姐紧嫁伊，才有法度安怎？嘛嫁伊啊，因为伊袂当家己，所以小时啦，查某囡拢比小姐较紧张，就是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吼？所以迄个查某囡叫啥咧？迄5年的查某囡叫野春啊，野春就走来啊，人单三个雨伞要走啊，伊爱抽倒位，甲单三拦来讲你莫走。对不对？去互小姐发配啊，对吧？是不是安尼？好袂使嘛？啊，抽倒位，
雨伞啦。所以这当阵啊吼，就出现一个歌戏调，叫做流伞调啦。吼，野村要甲单衫流嘛，流伞调，安怎唱呢？单衫野伞要去新年，野村流伞对后面。我问三个啥原因哦？我要回乡领娶亲哦，唔通啊三个啊！哇，真正安尼唱来了，是不是安尼？哦，歌戏就是安尼，流线条。来，我问你啊吼，你注意听。单衫举伞要去新年，单衫举啥？举伞嘞吼哟，举伞嘞，什么愚公移山，根本免遐麻烦，叫单衫去搬就好。举伞嘛，是不是安尼？是安怎是举伞？明明是雨伞，因为安怎？单衫举伞，哎呀，明明是雨伞，是哪意思？因为安怎？举伞是不是变悬对吧？安那雨伞嘞？举伞有无？是不是变低对吧？对吧？所以但是你的旋律是啥？单衫举伞是变悬还变低？悬，所以就变悬，变举伞，不是举伞对吧？过来，单衫举一支伞啦，要起身，要安怎？要起身啊！伞伤重，就是要起哇，起就要起身，单衫举伞要起身啊，好不好？因为是安怎？起身哇，起身哇，是不是无共？吼，所以咧吼，你的 melody 若无法度甲歌词配合，就会倒音啦。啥物英语袂倒音？因为啊吼，英语就无迄种悬悬低低声调喎。因为台语是声调文字啦，声调甲意思无共啦，对无？是不是安尼？举伞甲举伞有共无？无嘛，对无？用行的甲用行的无共嘛。所以咧吼，调咱台语有调，字本身就有调，但是若无法melody的调，若甲伊倒变，对啊嘛，这叫噪音啦。江蕙是安倒音啦，倒音。是安怎江蕙遮厉害？江蕙唱歌真好听的喎，伊有一条歌叫《落雨声》喎。伊讲喏，你若要友好时段，毋免等好夜啦，因为等你好夜安怎？阿母啊，已经无伫遐，是毋是安尼？等到你好夜，阿母也无伫遐啦。所以啊吼，迄条歌足好听，嘛意思有好无？足好诶对无？谁若无啥物人摕来唱歌比赛用？谁若无啥物人摕来唱歌比赛用？第二，就算有人真少人摕来用，嘛无啥有着名诶，足少诶啦。是安怎？因为即条歌吼，作词诶是啥？方文山啦，伊会晓台语无问题啦。作曲诶是啥？周杰伦啦，周杰伦敢会晓台语？袂晓啦，所以伊有可能去对台语迄个音来写，无可能对吧？所以真侪倒音的所在啦。江蕙就会晓拗音啦，什么叫拗音？你知影？像讲吼，阮到尾啊，阮着唱安怎互阮查某囝听，阮着毋捌去唱讲，毋过我是真勇行的，因为我知影阮查某囝毋捌字，所以捌真侪代志。所以阮着爱唱讲吼，毋过我是真勇行的。哇，你是不是勇行？对无？是变勇行对无？过来，我嘛毋捌唱火车 re mi re mi re do 毋捌，我来唱咪咪 re mi re do。火车行到伊度，是不是火车？对无？火车行到伊度，咪咪 re mi re do 对无？吼，唐美云因讲因歌戏嘛袂当唱，单衫举伞袂起身。唐美云人是歌戏的专家呢，对无？吼，唐美云啊，迄伊讲的毋是我讲的。所以因讲吼，唱单衫举伞，举伞是毋是就落落啊？对无？是就变举雨伞对无？吼，是毋是安尼？所以咧吼，迄度做拗音啦。江蕙因为伊教拗音，所以伊就知道唱甲足水的袂倒音嘛。人唱歌比赛就无法度啊，对无？咱来做一个趣味的功课实验。我伫中山里有配过，讲吼，叫因甲我的行。就是单衫，毋是我行的工人对无？我会行来配是旋律，配melody啦。安怎配？3秒以后，中山里有一个人举手啊。老师，我知，拉米拉，我会行。拉米拉，我会行变啥？我会行啦，对无？对无？过来，第2个举手。老师，拉米哆啦，我会行。
我的囝对吧？哇，这边囝我袂使袂使袂使。第三个叫举手，老师拉咪咪嗦，我会行，我会行喎，是不是安尼？啊，无咩，我才不会出我会行啦。拉嗦咪，我会行，哇，是不是安尼？我会行，拉嗦咪，哇，是不是安尼？所以啊，你看啊，就是讲吼，台语是一种有音调的文字，有声调的文字，所以若写歌的时，迄个 melody 甲伊字的 melody 无法度配合就安尼啦。所以我就去学习去研究过萧泰然，萧泰然你知影啦吼？萧泰然的歌差不多无啥物抖音的情形啦，因为安怎？伊晓台语啊，又咧注意者啊。Freddie 是毋是写歌的？即摆去做立委啊啦，好无？吼，伊嘛是讲，现在我伊甲我共年呢，好，啊，迄届互阮开讲的时，伊就讲吼，阮迄男也袂做立委，阮写歌嘛拢会真注意即种抖音的现象咧，袂互伊抖音。所以遐个歌手家己拢会注意，有无？若会晓台语的啦，但是我台语无法度，所以是毋是安尼？所以台语声音甲意思有关联，声调甲意思有关联无？有啦，对吧？吼，啊，文音甲白话面嘛是一个台语声音复杂的所在。来，有高雄人无？好，高雄人真好。冈山的台语要哪里啊？对吧？有公山有公山哇。啊，凤山的台语要哪里啊？凤山啦吼，连公山的吼，食油肉加5块咧。是安怎？外地人啦，外地人啦吼。啊，你讲奇怪，迄汉字明明就写共款啊，对吧？是安怎凤山、公山啦？是安怎有山甲山的分别？哦，对吧？吼，是不是安尼？哦，啊，再来，台中有台中人无？哦，真好，共乡的吼，哦，对吧？咱拢台语拢安怎问咧？啊，同个咱贵姓？同个就是啥？共姓啦，是不是安尼？啊，共乡，咱住倒位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哦，好来，哦啊，大牙台语要安怎讲？大雅咯，人讲大啦，主要是迄个大哇。啊，大肚台语要安怎讲？大肚，哎呀，明明就写大啦，啊，明明大雅啦，明明大肚啦，啊，到底要哪里啊？我哪知？问在地人啊，哦，问在地。你知影我以前伫大业大学有兼课过，伫中华迄个北高山的迄个山骹吼，大业大学。啊，我问过伊的校长，我讲吼，恁大业大学吼，迄台语到底要哪点啊？是大业、大校、大业、大校，有4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嘛，对吧？是不是？对不起，想想诶。我嘛唔知咧，是不是安尼？啊，到底要哪念？唔知啊，我嘛唔知啊，人在地人都无晓念啊，我哪会晓念？对无？啊，阮中山医学大学啊吼，遐叫做大庆车站嘛。你知影火车拢安怎报无？火车安怎报？大庆啦，大庆车站啦，吼。但是古早遐都无叫大庆啦，吼，所以迄大庆是后壁才有名。古早叫做啥？你知影？叫环保证。环保证啦，环保证，所以吼，啊伊嫌迄环保无好听啦，吼，啊就改做啥物大庆啦，啊大庆袂晓叫，就凊彩叫啦，叫大庆啦，吼，所以啊吼，电话号码你敢叫会出来？电话号码啦，吼，咱来试看卖，吼，咱来试看卖，电话号码，吼，你敢念会出来？吼，来。来，哦，等下来，好咧，电话号码，那安尼咧，安尼敢念袂出？安尼是人是偌济好？是啦，大家拢真来喎，啊，恁若互囡仔念嘛，伊讲这电话号码要安念，伊就咧讲啊吼，2345678，对无？2345678啊，对无？是安怎？是安怎？伊就念袂出来啦，伊拢念一般迄2嘛吼，真2345678嘛，吼是无？伊敢若会晓念真2345678啦，伊袂晓念123456789啦，是毋是安尼？你看，咱大家要念甲遮顺嘛，无一定念得出来对无？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呢，但是我细汉拢听广告大汉的哇吼，挂布头爱加一个控制哦，哇，是安尼？请看服务电话哇吼，所以自细汉阮就会晓啊，对吧？吼，所以爱听广告，听讲，所以是安怎有即种差别啦？哦，安尼念袂出来啦。啊，到底叶启田台语叫啥？
田啦，对吧？吼，田啦，啊黄西田呢叫田啦，西田啦，两个拢田咯。啊，那田先生台语应该安怎讲？产生是水啦。哎呀，想到你生是就变产生是，啊你名就变田啦。所以陈万水送的某啊，吼，啊叫做陈万啥？水啦，水啦，你若念会出水就是水啦，陈万水啦，哦，陈万水啦，不是陈万水哦，对吧？哦，不是陈万水哦，伊不是万水，水遐济要创啊，对吧？陈万水啦，哦，水哇，哦，水，所以你吼名的时，台湾有这种规则啦，吼，名的时要用文音啦，生的时要用白话音啦，所以产生是有啊，吼啊，中华有一个地位叫萧经田啦，吼，啊当然，伊拢家己叫家己阿田啦，啊你安怎？你来讲，你讲唔对啊，你的名应该叫做萧经田才对，袂使叫家己阿田，啊叫阿田，伊会甲你安怎讲？阮爸自细汉就安尼甲叫啊，对无？是不是安尼？淡水陈水扁啦，那照台湾话发音叫做淡水扁。你安尼叫伊，敢会甲你应？袂啦，伊爱叫啥？淡水扁啦，对无？你讲唔对哦，咱台语有规则哦，名用文音才生，才有白话音哦。伊甲你讲啦，阮爸细汉就叫我阿扁啊，对无？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名啦，唔好去纠正人家己本人啦。人因载人叫啦，那名就载人号的啦，安尼听有无？名有即个规则无唔对啦，但是若本人安怎叫就爱安怎，尊重本人来莫人纠正着。你讲唔对，你家己名你叫唔对，我叫才是对的。无即种道理啦，安听有无？安听有无？所以唔好讲吼，何老师讲台语安怎无？我讲咱尊重个人，对无？哦，啊嘛共款啊，关渡，你著去纠正迄个台北话吼，迄关渡啦，恁叫关渡啦，关渡啦，你来讲啥？唔对啦，阮叫干道啦。啊，你著甲讲，明明写关渡，应该要念关渡，然后你念干道，你念唔对，恁在地人全部拢念唔对，阮外地人则全部拢念对啦。啊，你敢对哦？唔是嘛，迄叫干道嘛，对吧？吼，是不是安尼？吼，景美台语要安怎讲？景美啦，吼，景美啦，是安怎？你知影？迄景美根本就无，莫讲人无水啦，无特别水嘛，吼，台湾单位嘛，拢足水的对吧？吼，伊就无特别水啦，吼。啊，有人去讲吼，这甲马仔遐有关系，马喎，景美就遐有马仔饲。拜托诶，台湾当时有马仔饲，台湾敢若有啥牛耳尔啦，是不是安尼？当时有马仔饲，甲马无关系啦。景是啥物件？景就是伫山顶要接水落来厝里用迄拱有无？竹仔拱有无？迄叫做景啦。啊，景伫山顶接水接来，甲遐就是尾流啊，真风啊，接袂落啊啦，所以叫做景尾啦。啊，中国人来台湾以后，感觉讲伤怂啦，吼，台湾的话拢足怂的啦，所以就甲伊改做景美啦，吼，啊，就足水的对吧？因为名内底有美对吧？吼，是不是安尼？好啦，所以在地物件爱尊重在地啦。啊，有一届阮的学生啊，去学开车，等下学我听，讲老师啊，哦，你知影？我今仔日吼开车的时候，迄教练啊，同时教三个，两个查某囡仔吼伫后壁开讲。好，一个查某囡仔就跟另外一个查某囡仔讲，嘿，那个教练啊，吼，叫我把那个刹车含着呢，把刹车含着，甲挡啊安怎撳咧，哇，甲挡啊撳咧哇，吼，是不是安尼？伊听就叫出来，挡啊爱安怎？含咧啦，含咧甲撳咧有相像无？无相像对无？甲当啊撳咧是啥物动作啊？啊当啊喊咧是啥物意思？华语要安怎讲？诶，轻踩不放有无？因爱4字对无？是不是安尼？咱就是一个喊咧结束对无？是不是安尼？啊少年人安怎讲？你知影？hold 住。精力我 hold 住，所以我甲迄个洞啊 hold 住，是不是安尼？吼，因少年人安尼讲啦，吼，所以你看，因华语无分啦，含的嘛是含着啦，啊含的嘛含着啦，但是含的是喙甲物件有密合有无？所以含有无？含有无？啊
寒是开喙，你是小可打咧无真崩打落有无？是轻轻啊尔无真崩，所以寒有无？寒咧，咱就有分啦有无？啊，甲发音有关系无？寒哦，我建议安怎你知影？我建议迄种有意思的有无共的所在吼，建议莫写汉字，写罗马字，因为安尼你才分得出意思。无你挤出来，这嘛挤出来，迄嘛挤出来，啊到底是挤出来啊，是挤出来？你就分袂清楚无？香港的香很香，对吧？香港的香真香，对吧？你敢分得出来？分袂出来，咱头仔讲撞落、弄落、讲落、冲落，有往的拢足大力的。写汉字敢分得出来？敢看会出来？看袂出迄个规则，对吧？哦，看袂出迄个，所以啊，毋是台语有迄字罗马字嘛是字，汉字嘛是字，所以你应该问讲，有迄字汉字无？有啦，有汉字两字拢共款。无啦，我明仔载助理老师会教恁查词典啦。哦，迄当阵你就会当查词典啦，哦，查词典啦。来，所以文音甲标音嘛是台湾真复杂的所在啦。啊，那地名人名安怎有一个原则就是啥？尊重在地，尊重个人，对吧？吼，啊无原则上有迄个大人啊，甲大人有相像无？无相像对无？大人甲大人有啥无共？大人是做官的喎，通常咱拢讲啥？警察叫做大人对吧？所以有一部少年囡仔看迄连续剧叫做《波利士大人》对吧？什么叫波利士大人？波利士大人啦，是不是安尼？波利士大人，啊，当然即摆若讲迄日本时代啦，啊，若即摆叫警察叫大人啊，吼，通常拢是口说哇，大人啊，我嘛才超松2公里尔，你是安尼甲我抓落来，什么意思啦？对吧？是不是安尼？大人啊，口说对吧？哦，口说啦吼，啊，所以呐，啊那大人咧，佢都无共啊，对吧？吼，大人都无共啊，吼，口说就侪方法的啦，吼，就是吼，咱有闲则讲，哦，无啥哦，有啦，有时间咧，吼，吼，口说有足侪方法的吼，咱会当讲，一种是挑工甲伊叫做迄个啥，叫做特别大嘛，大人呐，对吧？哦，是毋是安尼？哦，啊有当时啊吼。小啉一下吼，因为这麦克较细声吼，讲甲我然后就大个呢。敢若已经上大声。好，像口说啊吼，有当时啊吼，咱会讲啥物？咱会叫人啥物？叫人迄个啥香港脚喎，脚生哥叫啥？叫香港脚喎，哦，香港，一个屁手啥物啦？像那脚生哥就甲香港嘛，香港脚喎，你这香港是不是欺负香港？对吧？吼，啊，言语各付各的，要哪讲？各付各的叫啥？Go Dutch 喎 ，Dutch 是什么意思？荷兰啦，咱行荷兰路啦。今仔日行荷兰式的护法啦，因为啥啦？阮英国人拢做歌啊，对无吼？拢一人负全部喎，吼，英国人做歌啊，吼。啊，恁荷兰人吼，啊，球搁欠，腰椎搁欠10粒啦，吼。咱讲这词足侪哦，巴拉塞、吉拉哥、诞生，一个只拍24的干。哇，你看无足侪咯，吼，就是卖大风啦，哇，搁一个啊，我卖大风，哇。迄叫做啥？荷兰人啦，所以英国人讲，无咱安尼哦，啊虽然好虽然个哦，这是荷兰人才会做的代志啦，有无？所以叫做高大树啊，是毋是世界语哦？啊若罗西亚，阮读罗西亚，上册一句俗语，是讲啥？讲啥俄罗啦？讲啥俄罗？俄罗斯啊，俄罗啊，讲啥俄罗？我听拢无啦，好啊，是不是安尼？讲俄罗就是听无的意思嘛，是不是？屁秀人的罗西亚人，因为讲罗西亚语大家拢袂晓嘛，所以讲啥俄罗听无啦吼。啊那吼，要讲屁秀，什么物件嘛是无好的，你睇，有一条狗叫傻咪猪咪，恁知啦吼？好无吼？咱对咱台湾人来讲嘛是无好的歌啦，讲甲遮好听，袂输咱唱国歌咧，是不是安尼？是安尼，所以国歌。是不是安尼？讲到遮好听，袂使唱国歌喎，是不是安尼？啊，这煞煞去啦，是不是安尼？所以你吼，就是语言内底吼，你要讲溪口，要讲创啥吼，咩角真济啦。总是讲啊吼，咱只是甲各位讲啊吼，重点伫倒位？最后还有一个重点的学习对吼。无啊吼，我进前有一站啊吼，讲了有人讲啊吼，老师你讲一节课啊吼，我嘛是听无重点伫倒。哦，对吧？是不是安尼啊？就害啊，对吧？吼，重点伫倒位？
重点是咱的语言，台语啦，每一种语言拢是共款，伫初期伊甲意思拢有关联，对无？是不是安尼？所以伊的语音是有规律的，咱是不是记足侪例，对无？第二，伊的声调甲意思有关系无？有关系对无？所以声调啊，咱特别的亚洲的一寡语言才有声调。英国话、美国话无声调对无？德国话有声调无？无啦。罗西亚话有声调无？无啦。什么话有声调？台语啦、客语啦、华语啦，有无？但是台语的声调佫分甲啥物？上有路啦，台语有8个声调啦，大家咱做伙来念看卖。8种动物啦，来，西好芭比。狗狗树鹿，8种动物哦，西好芭比，狗狗树鹿，有无吼？啊，再来，另外一个考卷，沙地裤胯，人的鼻滴，有无？是不是安尼？嘛是8字嘛，衫真短，裤真宽，人真矮。鼻真直，哇，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啊，你若感觉坐字的花，咱用共一字来，对话了，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有无？是不是安尼？台语有8无共款的声调，有无吼？咱讲八音啦，所以黄文德吼叫做啥？八音在主啦，因为迄个声调是8个啦，传统上啦，啊其实毋拿啦，毋拿啦，迄像红的第一字红的。就已经毋是迄个8音内底啦吼。好啦，反正就是讲吼，声调伊甲意思嘛有关联对无？发音甲意思嘛有关联对无？文音白音甲意思嘛有关联，嘛有争差对无？是毋是安尼？啊，所以吼，台语内底有足侪甲声音有关系，所以咱若详细去想，详细去思考，是毋是咱发现趣味的所在对无？咱今仔日即个语音的部分就分享到这。下晡啊吼，咱换来讲语法文法，所以唔通讲啊，听到语音文法就感觉足无聊，爱困对无？大家头拄仔即个爱困无？袂啦对无？下晡咱搁继续感谢。